三係極速之子嚟㗎，好啦，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啦，前面常常感恩仲有少少嘅優勢，宇宙之光逼下佢啊，埋邊位置不假外求啦，再見到中間晉先生側起個頭，亦都追咗啲，中檔位置啊美麗多型，埋邊呢就桃花多，外邊啊江南勝上緊嚟，最出仲有隻紅當當，最後200米透出嘅馬晉先生，外邊上嚟有江南勝，出邊仲有紅當當，入邊位置仲有常常感恩宇宙之光，中檔就係銳一啊，最後100零米透出去晉先生，江南勝追緊佢，出邊位置仲有紅當當。贏馬嗰匹係晉先生啊，第2名就相當近喎，黃衫黃帽中檔俾人夾住就係江南勝，出邊紫色眼罩紅衫就紅當當，睇下邊隻第2啦，贏嗰隻就晉先生嚟嘅，第4名都係中外檔近喎，極速之子。潘明輝夾住師傅賀賢喺度先拔頭籌啦，跑第2名好接近喎，睇下後尾係着飛格嘅江南勝啊，定係紅當當啦。咁啊，極速之子跑第4。2、3名就真係比較近，啱啱就紅當當個係咪江南鼻仔就勝頂到好近嗰江啲啊南勝機會就好似似乎頂。